嗱，依家好多 SUV 咧就冇呢個腳踏板嘅。今日依家文界咧就專程過嚟裝套電動腳踏板。裝腳踏板有咩好處咧？如果冇呢個腳踏板咧，好容易踩空啦，同埋唔安全。如果裝咗呢塊腳踏板咧，佢第一方便上落啦，同埋最主要係為咗方便小朋友同埋老人家。裝咗之後咧，第一成架車高檔咗啦，同埋我哋用起身嚟又舒服，睇起身嚟又大方得體。如果你都係揸開 SUV 嘅，未裝電動腳踏板嘅，你可以過嚟親身體驗下咩叫做電動腳踏板。依家係入頭睇啫喎，如果晚頭嘢睇起身嚟咧，因為佢有燈光嘅話，晚頭嘢睇起身仲加靚。